立委郭国文表示，台南火车站是全国唯一有旅馆设施的车站。对2017年展开修复的工作，原本预定2021年要来完工，不过后来发生毁损的争议，部分的工项承包商无经过文书变更审议，就来进行施工，后来被勒令停工，地使工程一直来拖延。对此，立委郭国文批评是行政怠惰，该追究责任就要来听发。台铁台南车站的一个站体的一个改建工程。那事隔已经超过5年半之久，没有想到这个工程还是被阴价覆盖。那中间呢有许多的错误，而监察院也提出相关的纠正。但即便监察院提出纠正之后呢，目前也是毫无进度可言哦。毕竟呢，这铁道管理局呢是中央部会所管辖，因此我们今天特别来会看。一来，我们希望呢进度呢要非常的明确，因为明年就是台南市吧，这样的门面啊，只是不堪入目。令人难以接受，工期一定要赶快进行。除了加强这个工期的进度跟品质之外，第二个，相关人员的惩处啊，不宜延宕，否则的话，公务人员的整个公共的形象啊，只会越来越低，没有办法让人民所信服。不论是监察院也好，审计部也好，该所属机关也好。该送公务人员惩戒委员会的，就要送公务人员惩戒委员会；该向承包厂商求偿的，一定要要求求偿；该送检调的，一定要送检调。完之后呢，包括技师惩戒委员会该送的都要送。如判决确定的话，一干人等有所属的相关责任，绝对不宜重放。上午包括交通部、铁路局、公共工程委员会、文化部。加市府文书处等单位嘛拢实地来会勘，现场嘛有一位议员到场关心。会中委员表示，希望会用赶伫明年2024年台南建成400年的活动进程，至少门面的用者会用来拆除。不过铁路局表示，目前收派的部分佫需要第三方的鉴定，等待找到新的承包商重新发包。才能办理新的修复工程。期程或许我们看看能不能，我们下午其实跟台铁局本来就有一个工作会议，我们也希望把这个期程我看我们来研究一下，看在台铁的可能性的时间尽量缩短。那至少我看起来，比如说，他年底完成清点嘛，哈，清点那我是觉得设计建造包看有没有办法在清点前就完成发包，就不用等。12月清点完才去办发包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先行发包。对，可以先行发包。2024年的活动，我们会尽全力来配合。当然，刚刚讲阴价门面部分，如果安全，我们会在这个清点期间或者在发包期间，先安全部分先做处理。如果安全没有疑虑，那我们在这边可以先拆除的，我们来做处理。那另外一个地面的这个部分，那因为展演空间如果有涉及到它沿地面要做那个，我们会用其他。比如说铺面的方式，先做这个防护铺面的方式来做一个硬体的处理，就是让这个整个门面不会那么突兀。根据台湾铁路局的讲法，因为目前已经甲进前的厂商解约，并且由第三方单位进行鉴定清算，现场经过文化部甲公共工程委员会协调，后续 PCM 的专案管理部分将伫个2个月内完成决标。和后续的工程会用伫年底进行来发包施工，预计2025年的年底会用完成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